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春天的天气也是予人感觉小可会寒，多人会穿羊毛衫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羊，以羊第5条。读羊这是读鼻音，咱知讲羊是一款食奶的动物，大概分做绵羊、山羊，也有羚羊。古早嘛有台语字典写做羚羊。另外，羊皮、羊毛、羊角，也有羊骨，拢有经济价值。有人爱啉羊奶，嘛有人食羊肉。羊伫12生上排第8，代表字是味。一般嘛有人讲是味羊，这个文音读做羊，嘛有人读做羊。在咱生活中，嘛有一寡词和羊有关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羊仔目，代表讲一个人目睭半紧紧。一般讲是人咧困的时，亲像羊共款，目睭无完全闭起。第2个词读做羊形，在咱新闻不闪时嘛报会到，这是一款不闪时夹起来镜头，有时阵强强的分气，会扑白泡，骹手就皮皮喘。一个无注意，可能会去夹到喙齿，嘛有人讲是猪母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见拜阿明，羊形镜头若是夹起来，对身体拢足顺的。想要困，稍有羊仔目，困袂落眠，嘛无法度长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羊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羊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